彰化市有一个老先生，身体无爽快，加速着急塞车要送急诊，想袂到附近工地大路停5台的南马空车，甲1台的阿妈头车，只好骑后倒摆载老先生去病院。警方接到检举，伫1天内开出着12张的告发单。 一只大型的红门头运送车停伫咧路中央，后壁还有另外一只嘛停伫咧中央。为路的另外一边来看，更加喊过2只南马空车直接甲相向的车道拢总冻掉咧。 地点伫咧彰化市民族一街，因为边仔的建筑工地长咧施工，初7下晡，现场拢总有5只南马空车甲1只运送车冻伫咧路里。当时住伫咧附近的老大人身体无爽快，厝内人原本要塞车送伊去急诊，不过才打出门就互冻掉咧。经过协调，现场的工地人员嘛无法度甲车踢走，一口走，最后只好改骑机车送老大人去病院。不过嘛，互因真无奈向警方报案，关键到场一口气就开6张罚单。 留一个通道就不会再被开了。现场明显没有预留通道让民众便于通行有阻碍交通的情势隔顿赶到现场，路里的大只车就变少不过也是有一只红门头的碰扑车停伫咧路中央，就连机车要过拢无法度，干那过路人会当勉强通过。工地人员嘛真无奈，要施工管红门头就需要动用这的大型车辆，而且为着安全，车底的架就要紧开。架好了，他没有办法说马上就把车移走，让路过去，至少也要半个小时，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及时的处理，所以我们还是有疏导交通，请他从其他方向通过。这个建案虽然有事先申请路权，不过警方强调，就算有路权，也是要保持通道，让民众通行。当日除了原警开的6张罚单，暗时阁有人检举，警方阁再开6张，拢总12张罚单。不过即马红门头的碰扑车阁伫咧现场无踢走，警方讲，若是阁有民众检举，同款的到场，阁再开单。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